你有冇試過好似呢個叫做蔡新強嘅男人咁樣，一晚瞓唔到覺，兩晚瞓唔到覺，去到日頭都瞓唔着呢？我成日發惡夢啊，晚晚都瞓唔着。每一日、每一晚都係咁辛苦、咁黐線，係純粹因為發惡夢咁簡單？有鬼啊！我哋信報嘅專欄作家田大武最近睇咗一出電影叫做《贖夢》，之後寫咗篇文章。喺田大武嘅眼入邊，呢位由影帝張家輝飾演嘅蔡新強係一個點樣嘅男人呢？佢發惡夢嘅故事同我哋自身有幾密切呢？入正題之前呢，先同大家講下呢套電影嘅背景。頭先講到由張家輝飾演嘅蔡新強係一個的士司機，佢陷入長期失眠嘅狀態，成日發惡夢，成個人癲癲地咁。試過因為不小心駕駛，被勒令接受心理評估。而佢曾經車過一位精神科醫生，由劉俊謙飾演嘅文思豪，咁啱就係蔡新強接受心理評估嘅駐診醫生。呢位被形容幾出位嘅文醫生，過去多次嘗試了解過病人嘅背景去做治療，亦都因為咁樣多次踩過界，而多次俾人投訴。文醫生好快就發現蔡新強冇辦法分辨夢境同埋現實，甚至連身體機能都開始衰退。佢決定去揾蔡新強問題嘅根源，並且逐步揭開蔡新強背後嘅故事。咁蔡新強點解會成日發惡夢呢？咦，一陣先，呢度停一停，我哋翻到去呢條 trailer 嘅開頭啊！受到環球經濟因素影響，冰島克朗對歐元今日再下跌2%。冇錯啦，今次蔡新強嘅故事係同金融海嘯有關嘅，而田大武就從呢個故事入邊睇到我哋未來要留意嘅3個啟示。喺做的士司機之前，蔡新強係一個金融從業員，集分析員、經紀、炒賣於一身。簡單啲嚟講，就係幫客去炒投資工具。佢嘅大客係中學死黨，由李可言飾演嘅駱達志。駱達志相當有錢，係連鎖茶餐廳嘅老闆，信到蔡新強十足十。唔好彩嘅係金融海嘯殺到埋身嗰陣，兩個人都損晒手。不過蔡新強嘅老婆，即係由陳法拉飾演嘅紀慧玲，作風進取，加按咗物業，結果就俾人追保證金，即係坊間所講嘅孖展。喺呢個相當危急嘅情況之下，蔡新強決定利用死黨嘅信任，講大話，話有內幕消息可以齊齊翻身。實際上就係挪用死黨嘅資金為自己填氹。結果駱達志俾銀行追收孖展，嗰一刻佢先如夢初醒，知道事件嘅真相。最後佢走投無路，一家燒炭身亡。當蔡新強同佢嘅老婆知道呢件事之後，非常內疚。自此之後，佢就不停發惡夢，癲癲地咁。唔單止係演員，仲係呢套電影嘅導演張家輝。佢解釋呢一個係關於因果報應嘅故事。做咗壞事，即使避得過法律嘅制裁，都避唔過良心嘅責備。唔少評論就覺得贖夢嘅節奏控制唔係太好，前面花太多時間去講噩夢嘅夢境，畫面就夠晒震撼，都有寓意。不過喺片尾就由主角直白咁樣解話，就有啲虎頭蛇尾。田大武就覺得撇除呢啲因素，可以肯定嘅係電影刻意去揀金融海嘯去做背景，都落咗啲功夫，冇明顯可笑嘅錯誤。今次嘅故事未必係真人真事，但肯定現實都有類似嘅情節。近期環球金融市場開始更加動盪，片入邊嘅情節好可能又會喺現實裏邊再次上演。故事俾咗我哋乜嘢教訓？可以點樣避免成為悲劇主角呢？除咗財經資訊，信報近期加強文化藝術、旅遊、飲食、體育等嘅內容。著名文化人蔡瀾復出撰寫專欄，每逢周一、3、5、6見報，週末版附送嘅封信紙，每期有唔少嘅文化專欄、名人專訪，帶領大家擴闊視野，領悟人生智慧，千祈唔好錯過啊！而家大家可以用38蚊嘅優惠價試閱信報網上版14日，大家不妨喺留言區 click 入連結，快啲訂閱體驗一下啦！首先，8年1月嘅事經常發生。以前都係金融從業員嘅田大武，一直都叫人應該投資股票，而佢覺得風險本身並唔係最得人驚，死唔到人，反而對風險嘅認知錯誤先係最攞命。
田大武認為細價股好少令人輸身家，都係因為買嘅人都知道風險好大，好少瞓晒身去 all in。反而令好多人輸身家嘅，一定係大家以為好安全嘅嘢，例如雷曼債券。就好似所有渣男未變渣嗰陣都係暖男咁樣，任何產品爆煲之前都係好安全嘅。片入邊蔡新強曾經提到，呢啲嘢唔會有事嘅，除非有個國家破產啦，而呢樣嘢我都未聽過。喺田大武眼入邊，呢一段極有心思。佢解釋喺金融海嘯之前，已經有人警告美國投行會冧低。佢嘅上司曾經講過，哇！如果雷曼啊、美林呢啲都爆煲嘅話，咁就真係好大鑊啦。結果我哋就一齊見識咗有幾大鑊啦。片入邊提到冰島銀行危機就係咁樣，邊個會估到呢個幸福嘅北歐國家居然會破產呢？1998年爆煲嘅傳奇對沖基金 LTCM， 即係 Long Term Capital Management， 觸發點係俄羅斯違約。但係市場上一直有個鐵論，就係核武國唔會違約。冇錯，之前都冇核武國違約嘅，直到今次啦。第二點同第一點都好關事噶，就係槓桿害死人。田大武話，支持者會認為槓桿只係工具，冇對錯之分，甚至會笑佢係無膽匪類，一世冇發達。不過肯定係資產下跌殺唔死人，但係槓桿就會殺死人。一隻股票借跌到100%，聽落好似好廢咁樣啦。不過直到你俾人去追孖展嗰陣，你就知道槓桿嘅危險就係冇十步啦。片入邊蔡新強若果唔係用咗槓桿，原本可以大步攬過嘅。肯定嘅係絕大多數人都低估咗股災嘅可能性，亦都高估咗自己嘅風險承受能力。早前喺社交媒體就有年輕人聲稱輸咗近8萬身家，但係嗰陣港股喺3年高位，美股嘅高位都回調唔夠5%，呢一個肯定都係槓桿惹的禍。最後一點至為緊要，講到錢銀嘅嘢，田大武就覺得應該六親不認，親生仔不如近身錢，更何況係冇血緣關係嘅朋友呢？片入邊蔡新強可以將好友嘅資產隨時挪用，係因為佢嘅死黨對佢非常信任。但係唔好意思啦，親情、友情甚至乎婚姻都係最經唔起金錢嘅考驗。將自己嘅資金俾人哋去處理，考驗人性，無疑係自己攞嚟搞。喺片入邊，主角等人都曾經提到 Other People's Money， 簡稱 OPM。呢個都係金融界最美麗嘅3個字，但係對客戶嚟講就係一個噩夢。田大武話自己唔信任基金經理，都係因為佢哋玩嘅就係 OPM。至於片入邊嘅死黨，將佢自己嘅戶口全數授權俾蔡新強，更加係錯中之錯。你會信人哋會比你更加着重你自己嘅錢咩？自己唔識得投資？田大武就話唔緊要，有好多其他方法嘅，反正嗰啲金融才俊有幾多真係識得投資啊？除咗財經資訊，信報近期加強文化藝術、旅遊、飲食、體育等嘅內容。著名文化人蔡瀾復出撰寫專欄，每逢週1、3、5、6見報。週末版附送嘅風信紙，每期有唔少嘅文化專欄、名人專訪，帶領大家擴闊視野，領悟人生智慧，千祈唔好錯過啊！而家大家可以用38蚊嘅優惠價試閱信報網上版14日，大家不妨喺留言區 click 入連結，快啲訂閱體驗一下啦！